继续关心交通安全，高中以下学生袂少人会骑铁马去读册，不过学生发生交通事故案件却愈来愈多。专家建议为校园开始来推动预备驾照，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知识。伫台湾，脚踏车是真普遍，有真侪民众甲脚踏车正做交通工具，也有袂少国小甲国中高中的学生，因为大众运输无方便等等的原因，骑脚踏车去上课。不过以6都的学生做例，专家发现讲，学生骑脚踏车上课下课，发生交通意外的数量是逐年增加。提出对校园开始推动亲像应有证的预备驾照。预备驾照就有点像我们小学生的荣誉卡，就代表你有接受过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基本的讲座也好，一个预习的动作，脚踏车常常会遇到的状况，让他做基本的操练。专家表示，包含日本已经有推行校园交通安全教育，对校园出发可能会使减少学生骑脚踏车意外发生。亲像桃园市府推动脚踏车安全教育，是领先全国。2009年开始，要求高中生若要骑脚踏车上课，要先通过考试。除了上6点钟的安全教育课程，考试范围包含课程内容，以笔试甲实地测验来进行，教学生基本的交通安全规定甲知识。就要求小朋友要看了6个小时的交通的一些法规，或者是一些技巧，脚踏车的一些维修的技能，就是一个类似提醒的一个机制啦。学者是认为讲，打造学生囡仔骑脚踏车好的环境，改善设施真关键，尤其应该互脚踏车清楚的交通定位，甚至设计出系统化的专用道路，让使用者他很清楚，他骑自行车在一个城市中间会面对到什么东西。譬如，至少你在那个变的过程中间，你要让人家晓得，这骑在自行车专用道上面，下面没有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，他怎么办？针对这件代志，教育部回应讲，为着互交通安全的课程更较较全，已经研发高中以下学校的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模组。其中，高中以下学生注重学习基本的安全骑车行为，也有定看到风险。高中生是注重电动车、机车、汽车的课程模组，希望自细汉培养交通安全的意识，自我保护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